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肥妹。唉，我個支架個塊突然之寄咗去邊度啊，所以聽日有冇直播我都未知啊。或者固定機位咯，固定一個機位，邊個執位執咗嗰度嘅話就播佢咯。不過唔知其他人願唔願意㗎。三號。2號。1號。摸咗隻發財叫啦，叫對碰3飛。5萬出嚟我就碰咗佢啦。咁睇下拆埋嘅3、4索睇下得唔得咯，盡量睇下逼唔逼到咯。摸咗隻鬼唔游啦，呢度唔想游啊。其實係可以打隻4、5索出去，等碰一隻就可以嘅，但係唔係咁想游咯。起手2隻鬼。而家摸咗第3隻鬼返嚟，開唔到㗎，一定要開平壺以上嘅牌型啊，即係雙番啊、混一色啊，或者對壺。已經自摸咗一次啊！摸啦如果我而家仲可以上多隻嘅話，我就可以係單遊1隻牌。哇！真係㗎，咁啊3萬同5同揀，咁我揀咗隻5同咯。個平壺啫。點解會咁？我哋單遊一隻。哇！屌你邊隻我都覺啊！我哋單遊一隻。好無聊啊！屌你有冇打喎？打6嚟5喎。即係話一嚟睇就等。鋼爆咁就135粒。